為發展國際教育樞紐，施政報告提出再放寬8間資助大學非本地生比例去到50%。有學者話要吸引更多國際學生嚟香港，而唔係以內地生為主要嘅招收對象。由李麗雅報導。喺各大學校園周圍都會見到內地生嘅身影。一開始來的時候可能會以為就是大部分可能都是我們香港本地的同學，但是來之後其實也交到了就是很多可能內地生同學這樣子。我住 hall 嘅，咁暫時我個 hall 都有3-4成嘅人都係 non-local， 咁當中有差唔多1成係即係非內地生啦，但係其他都係內地生咯。政府自上個學年開始已經增加8大招收非本地生嘅佔比，上限由2成增加至到4成。最新一份施政報告進一步放寬上限，調高至到5成。而教資會每年提供嘅15000個本地生助學額就唔受影響。而家8大一共錄取超過17000個非本地學士生，港大最多，佔超過3成，其次係理大同埋科大。有學者認為非本地生增加至到5成，符合香港國際教育樞紐嘅發展方向。唔應該係話純粹為收生而收生，我哋真係要收到一啲呢，係起碼要同香港嘅學生嗰個即係平均或者以上嘅水準係相若，甚或亦都希望佢哋呢係能夠叻過本地嘅學生，咁啊希望能夠帶嚟一啲嘅即係良性嘅競爭啊，同埋我哋有啲新嘅教學同埋呢研究嘅方向。佢又話：香港嘅高等教育國際化需要向中國內地以外嘅地方宣傳，吸引海外生嚟香港留學。我哋可以睇睇啦，就係話響而家我哋嚟香港讀書嗰啲呢，中國以外嘅學生，佢哋有邊啲地方我哋係即係覺得呢嗰個集中點咧係多啲嘅。換言之就話，我哋嗰啲海外生、非中國嘅海外生係多數嚟自啲咩國家？咁我哋可以響嗰啲國家呢行第一步先，因為佢哋突然間響嗰啲地方已經有較高嘅認受性啦。咁我哋響嗰啲地方開始先啦。為咗增加非本地生嘅宿位，而家將商廈同埋酒店改裝成為學生宿舍，可獲豁免改劃手續，並保留過剩地積比。施政報告提出，拆卸原有嘅商廈之後，重建嘅全新學生宿舍亦都可以受惠。政府今年內會預留土地興建新宿舍，會邀請市場提交意向書。廣播新聞網記者李麗雅報導。